She got a nothing open the well. Matu body, yeah. Shut it. Nobody, well, now, do that.所在咧，像讲今日遮嘉义，嘛是有挖海的所在。当然啦，今日咧，我特别带你来遮，我就知影讲你爱食海产。爱食海产。小姐啊，嘉义区渔会布袋渔港渔产品直销中心。直销的，我讲，若是讲到这直销吼，若是买物件都一定有打折。哦。比外口较俗啊，因为直销的嘛，有 discount， 对不？布袋渔市场。为什么今日咱来嘉义，你知影无？有真侪人想讲啊，布袋就是这个挖海的所在嘛，对无？所以这边一定拢食海产啊。对啊。实际上有足侪人拢唔知影。有。全台湾菜脯，有8成的产量啊，拢伫遮对布袋出的。有，要紧。啊，讲到菜脯，连面咱才来讲，即摆先来偏芳一下，啊连面吼啊串的，才叫人甲阮指差一下。哦，那就讲到遮，我缀你就对啦。伊遐生的鲫仔啦，一只才100呢，有够俗的啦，红鲫。嗰个恁当你看？嘿啊，伊若无锁啊白条的，甲你。这水。哎，哦，大这来看卖啊咧。你对这敢有研究？就是咱的这个乌鱼子，一定爱食咱台湾的。为什么？因为咱台湾花油的时阵，花过来食的时阵，上介好。伊遐生的直接卖700呢，有够俗的啊！头家你好。这拢是倒位的产地，拢咱家己布袋这边做的。咱才拍的嘛。才拍的哦。哦，这厉害啊呢！这有即食包呢。我买1包，我即摆会来透柜食袂？我先来，透柜食看卖啊咧。来，这较薄啊，这较薄。最好食。你去买点菜头好无？跟你切切安尼。经济地，好不？安尼，赞，包鬼，一蟹如故啊！一蟹如，有这是红鲫甲处理鲫啦，是台湾的吗？台湾的。哟，我叫是讲进口的呢。哦，你甲看，哇，你百面赞的啊！其实我做好奇就是讲，譬如讲，即摆唔是这个红鲫的季节啦。应该是即马较少啊，对无？本来应该是10月、11月迄个当中啊，对无？较少。但是那搁只把钱安尼。伊这吼是迄个产量吼，迄阵啊较济，这阵啊较少。啊嘛是拢有水的，拢有水。哦。哇，了解。了解。遮有通讲我拣一只，啊连伊遐煮只安尼。去我餐厅。你餐厅？你有餐厅哦，安尼好。遐妈妈，遐查囝。遐查囝呢？哦，啊当然啦。我甲你讲，哟。遐吼，伊有海鲜塔，你想要食啥拢有。拢有呢。好。我足大间的。安尼，
头家呢，我看这只还是这只，这是红锦哟，这是红，这是什么锦？这是什么这个锦？是沙公。这沙公啦，因为较红锦，你若想要食卵，你就买卵，你会当综合。安尼，我讲，以你的身体来讲，我的身体，你的胆固醇较低，所以讲你食这无要紧。这恁别拿推落穿正。无严重啦。偶尔做饭食。哎，无要紧吗？偶尔。哦。啊，两只算偌济？我拢捌啉。哟。但是这要常常我嘿，好。好啦，迄个买三只才会使。三只安尼爱偌济？三只我算安尼会使啦。啊，OK 啦。你感觉会？好不？好啦好啦好啦。鲍鱼啊，但是我拄仔买过安尼。没有不一样东西，这是鲍鱼。有鲍鱼啦。哦，鱼子酱咧。乌鱼子的酱啦。乌鱼子的酱啦。来。哦，有够好食的。真的好。真的啦。伊都请我吃的是这嘛？甜没？微这嘛？对啊，这个。这一罐偌济？我讲800。两罐哦。800，要干妹妹。来。快给你。算讲我连节目啊，互你开市安尼啦，好不？手是长虹。手是长虹，啊伊个讲手是长虹，啊就是安尼。好来，买落。来，我已经开市啊。来推起行。哦，啊，即摆来即间啥？新田国民小学。对，因为吼，伫咧遮吼足厉害，就是讲即间国小吼，因为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所在。哟，遮听讲会当看到乌面腊杯呢。乌面腊杯，黑面腊杯，因为迄会当腊杯啊腊杯，乌面腊杯啦，会当在水面上面。啊好啊，对啦。你哪会遮高啦？安尼。对啦。对无吼？了解啊啦。有。但我知影讲，这新琴国小吼，除了乌面腊杯，因有另外一种生物非常的厉害。叫啥？字读做好，好，就是啊，台语就是好啦。是干嘛呢？好啦，对啦，好啦。 4亿5千万年前的迄个好，我知啦，迄个是咧平湖甲金门较侪啦。但是吼，伫台湾本岛有咧饲这吗？啊，无咱来入来去看卖啊，伊是安怎来保育这个？好，来，好，啊是要好甲当时啦，好。啊你们不是在打篮球吗？没有，我们现在在聊天。你开讲呢？哎，你敢知影台语的好要安怎讲？好哦，水哦，这厉害哦。啊，好这饲咧对。后边呢？啊，你捌看过？哟，来，看卖啊！找阮来，来。哎，你嘛会晓饲哦？会啊。较厉害。哦，这面顶有写呢。对哦。中南部好收容服育中心。 啊，嘉义县政府哦，县政府执做呢，这有够赞的呢。哎，老师拍摄。哎，老师你好，你好。台上你好。这位应该就是大出名，伫遮做有名声的啦，咱的苏老师。哦，苏老师你好，苏老师。你好，台上你好，你较较出名。无啦，这有影啦。这位大练的，大练的，我都知影，我是无唔敢甲恁。有，因为人咧无拄好，专就是讲你小黄旗。对，好会使啊。对。要唱啊无？免吼。安尼会使。因为我知影讲这个好，就是咱咧讲的好啊，做歹饲的。 嘿，对，是毋是安尼？因为一般拢是咧自然的嘛，天然的。啊，但是你若讲比较服育吼，无遐尔简单。无遐简单。单。咱对做这个校的服育开始吼，咱是民国93年开始啦，一直到今啦，一直20年啊。你20年前就伫咧遮哦。
唔是伫遮啦，伫别位，啊，毋过迄阵开始做，后来入来遮做。对。啊，是安怎会经这个所在？因为这间头前是学校呢。对，我是安尼啦吼。原来咱准备要伫外口做迄个野外服务的工作，啊，毋过迄个野外吼，基地真歹建设，因为咱需要钱，啊，需要真侪配合，了解。啊，所以无法度真紧的做好的情形下，拄啊，这间校愿意提供伊的场地，讲互恁做室内，先来做研究，做了解。哎呀，我看到后面这，哎，咱来看卖啊，内底这三大桶这啥？老师，我看到这画面吼，我感觉讲我心情足平静的，因五车拢无咧叮当，你知意思？因为因足平静的拢无咧讲话对。对啊，我也感觉讲伊三个拢连做伙，足够牵拖。无食吧？是安那因拢会夹做伙安尼啊？因个关系的安尼。对，伊就是吼。凡俗的季节若到，伊就会一日工去掠一只母的，找着美女，伊就甲揪掉咧，就无爱放啊。无爱放。啊，所以渔民一般来讲，若会掠着伊，就是因要爬起来，咱的沙坡要生卵的时阵，即段路才掠会着。啊，渔民掠着，拢总就是一对，所以拢家叫红仔母鱼啦。我鱼就是安尼讲的啦。这边安怎分啊？我看起来拢共款的。母会较大只，因为你动物界吼，都是母会较大只，吼，较有迄个势啦，生产力，嘿啦，是这意思啦。这母的，这是母的较大只，啊，这公的，迄公的，啊，这只是已经升天的啦，升天，当然升天，已经去啊，已经登去，这算标本啦吼，对标本啦，标本。哇，这本书我以前看迄个什么。外星人的电影共款，异形，异形拢即款的，甚至即款卡巴二只呢，对无？那嘛是有人讲，啊，迄电影异形可能拢是看这来，这型会使，这型有成异形，啊，因总做这型啊。这个吼形状吼，袂说敢若会当较水的呢。我会记你讲，敢若校有一句什么俗语是毋？就讲敢若是啥物校遐甲校遐有关系。啥物？哦，人讲天，你讲地；人讲校遐，你讲饭地。校遐是啥物？校遐就是较水的。校遐就是较水，较水校遐啦。伊就是用校的饭地啦，落去较水也会较汤。所以古早时代，古早人咧煮饭，内面有一只校遐安尼哦。伊就是用校的壳落去咧养。这意思讲，人讲校遐，你讲饭地啦。意思来讲，翻作国语就说，人说城门楼，你扯拔蜡头，安尼啦，有那意思哟。对，城门楼跟拔蜡头啊，校遐啊，甲迄个饭地啦，含这校相关的这种的话吼，俗语吼，真正足济啦。尤其沿海吼，真济，就表示啊啦，表示较早。咱沿海这个校其实是真济，以前真济，哟，啊真济时啊，他即马叫无因，上大的问题就是咱的沿海环境破坏，伊找无所在通生卵，通生炭，啊当然伊会一直少伊啊，就是湿地愈来愈少，伊就数量就愈来愈少。老师，我借问者，这内底一粒一粒，这是敢是校的卵吗？嘿，这是校的卵对，哦，你目睭好。哟，我本地个想讲，迄是鱼饲料有无？敢若饲料，一粒一粒安尼。来，我即马找阮专门咧护的周老师来互恁看。周老师哦，护，来周老师来一个。护校卵。周老师你。哎呀，老师你看，你来护一个校卵，校卵啦。看卖啊。哦，来。你薄薄啊，安尼个裹起来，啊就足济啊。哦，因为沙较重嘛，对，啊你个摇，所以掂落安尼，所以掂落，伊就拢来啊。原来这样，
这有技术哦。有啊，这不是遐简单的呢。厉害，老师。哦，安尼看卖，安尼看卖啊，这看卖呢，看卖伊两是安那是什么形安尼？好嫩啦，好嫩好嫩啦，嘿啦，好软好软啦。好嫩。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老师，就是讲，譬如讲啦，咱若讲饲鱼、饲虾啊啦，迄是经济方面，阮是要趁钱嘛。啊，咱饲这也袂食是安尼，饲这要创啊？饲这是安尼啦。哟。第一点就是讲，咱所有地球顶头的生物吼，伊拢有生存的权利啦。迄当然啦，对啊。啊，咱人都要生存啊，所以一寡只的其他的活物，伊嘛拢要生存。哟。啊，但是因为咱人破坏环境的关系，地势伊愈来愈少，用要袂生存落。哟。啊，所以咱才会感觉讲啊，咱需要爱好好来甲保护，啊来甲做保育。啊，开始咧秀啊。有咧伫啊咧叮当着，即摆五只甲哦，我大练的遮厉害，啊练两三个就过来练两个。哎，就大练的，算唔知。大练的，所以你看伫遐。做高练的啦，嘿啊。老师，你看，这就是咱的做学生囡仔吼，甲另外一位外国来的老师咧学就对了。嘿，因即马在经校人。Hi, how are you doing? Hey, fine. Hey, I'm Jeffrey and Danny. Danny. Yeah. Yes, Danny. Where come from? Argentina. Argentina.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Okay, buenos tardes, señorita. Okay. 哎呦， Okay. 你哪会就搞啦？你什么语言都会晓咧？哦，我刚才讲一句尔。啊，你才我讲迄句什么意思？啊，早安你看。喂，即马是，我你讲讲早。我刚才讲一句搞差。所以恁即马咧创啊？在挑那个好的后卵。哦。啊，你哪会知影讲什么是好的，什么是歹？嘿啊，就是像这种比较白的，它就是比较好的啊，那种乌鸡的就歹呀。嘿，对，红色的也是，他们就是泡太久，然后泡太久呀。对。恁是主观来遮帮忙的吗？比方是，你算讲volunteer，因为志工就对了。对。哦。啊，即摆我看到这小朋友嘛，拢安尼有足侪代志通好做，通好去学习。一般拢会教因啥物物件是基本功。一般来讲吼，以小朋友来讲，小朋友来讲，普通时内底就是伊会当到做一寡较简单的工课，摒扫还是甲内底池仔内底清清咧、整理理咧。嘿，这第一项。第二项就是讲吼，因为咱迄内底水，咱是一直咧循环过滤，循环过滤的当中，咱迄个井水会耗损。所以伊每一工，伊拢爱去看我井水在伊倒入迄内，互伊综合，保持伊的咸度，对无？对，啊，拢爱测啦。对，啊，伊保持的咸度来就是爱测。第三工课就是爱测伊的咸度，这就是因基本普通时逐工会当帮忙做的工作。真好咧，功德无量咧，拢去做护生的这个。所以讲小朋友，恁会去测这个水的咸度，恁拢去做就对了。对啊，有啦，袂歹。啊，佫有办啥物甲这个校有关系的活动？其实是安尼啦，咱一冬拢有一遍的大型的活动，就是讲校这拢叫做翁仔某戏嘛。对。所以咱就想讲，迄个七夕情人节对不对？啊，咱就把这个七夕情人节甲定做后保育日活动，就是校的保育日的活动。啊，每一冬伫这个七夕的迄个头前的一个假日，咱就会办一个大型的活动。啊，这个大型的活动内底，就会有足侪物件、足侪单位拢专门咧做一寡这个校的相关的部分的，互足侪民众大家来参与。对。嘿啊。
要来去做菜脯啊吗？会着要去菜脯进前吼，因为我拄好想着，因为咱伫咧布袋嘛，布袋吼，才有一个真罕有的社区，伊是有保留伊原本的迄个模样伫的。所以想讲啊，咱越过来去看者好啊。以前的老厝就对啦。老厝哦，比如讲3+1。3合面，安尼讲哦 ，OK 啊，我蛮会啊。咱要维持这老厝无简单呢，就好亲像头拄仔要来保育，然后服育咱这个校吼，真正嘛是足无简单。啊，这看这景致实在是袂歹吼，足水的，真水。这。哦，这拢古厝，这拢古厝，这拢古厝。这无人住吗？应该拢有人住的款哦。有啦，有诶，佫有人住啦，有诶是无，有诶无。到位啊！我牵挂。啊，无就吵架哦。吵架，好。你讲这个先生叫啥？谢大哥。虾先生。虾生。吼，非常之清幽啊。哎呀。Oh, this is a nice place. Nice place. 谢大哥。你好。哎。先生你好。太上。啊，歹势，你安尼等遮久，歹势。这大练啦，大练。你大个是冈山社区，这叫冈山里。对。哦。啊，这是算讲什么款的社区？啊，是什么保护的计划吗？因为阮遐算以前布袋第一大庄。哦。旧地名叫做邦山。邦山川，这名叫邦山。邦山川，对，遐问了好，因为阮迄搭以前是北江溪的出海口。北江溪迄个出海口。所以阮头前遐有个东港，迄个正是东平的东，但是以前是冬天的冬。东港哦。啊，是安怎叫邦山啊？这什么意思啊？对啊。出海口是咪会累积真侪沙轮啊？是啊。沙轮啊，你也拄着风台大雨，是咪个？就冲起啊！较后放。是这意思哦。对，所以以前号地名拢是讲，迄搭有啥物特色？我遐特色个真高邦山。明遮就无山。但是看起来敢若邦山啦，烟蓬蓬安尼啦。遮是规大片，这建筑物吼，这老厝一共有差不多几间啦？阮足快。庄头总共156户，156间的这三合院呢。安尼讲起来吼，遮这厝是本来就安尼，还是都买有整修过？其实本来就是安尼，整修是拢整修一部分尔。其实咧整理起来吼，这看起来真有这个特色啊。你啥意思？但为什么有一寡壁是叫卡标的？原本安怎就安怎。对，因为想老等于讲，阮遐就是只要爸母啊往生，囝儿逝世，因就无爱比啊。无爱转来，伊无整理，伊自然就是会帮人。就会帮伊啊。这我那会讲见证讲一个时代的演变，看是毋是时代的变迁啦？变迁啦。谢大哥，恁哪会对遮的这个
环境安尼遮尔啊了解，对遮文化遮尔啊了解。返来故乡的时阵，拄好开始政府有咧推农村再生。嘿，啊，我就是拄好我会晓用电脑，所以我个帮社区写4年的计划。计划嘿，啊，写4年的计划，伊就是爱有咱遐的历史啊、人文啊、产业啊，互你去研究啊。所以我就是有研究遐。哟，所以对社区伊我人文历史有帮助安尼啦。了解。啊，这是你自细汉就大汉的所在。对，遐是阮细汉到大汉的。所以像迄款每条巷啊，每间厝有啥人，阮拢会迄个串来串去。厝边头尾拢足熟的啦。我带你来看迄土角厝。土角厝。伊迄间要超过7、8、10档啊，应该有啊，超过。啊，你也看遐个土，要会当保持安尼。为什么有法度有材料的，咱安尼保持足久安尼啊？因为以前咱祖先的歌地色啊，因有法度讲，用土啊，可能用糯米啊，竹米，用竹米啊，用稻草啊，稻草，从遐土安尼做起来，伊会当保持遐久啊。这会当生存游戏，就按这是低调啦，你要直接生存了。遐原本就是整理起来啊，要做迷宫啊。遐是以早阮算饲猪的大户，以往啊，阮遐较要每户拢有饲猪。对。一般拢饲较要拢10只以下。但是已经这头饲5、60只。对。其实阮以前有伊搭办活动。阮就是将遐个店摆餐桌，双破菜来指甲安尼啦。对。阮以前就是拢有咧办像稻田里餐桌啊，伊场啊食饭，挂场饭放几只车。伊迄落社区内底食饭，我知。阮就是甲办一个活动啦。拢外地来啊。高雄啦，什么台南啦，遐来。一般拢北部的啊。北部较多。这真正低调呢。你看，这吼就是敢若咧。你看到猪了吗？饲料的。对。对遮在出嘛。饲料对遮落。你有怀念吗？我有足怀念的。喂，我怀念我饲猪啦，毋是我是猪啦。凯哥，我来带恁看迄台门牌啊。对。有现代的，嘛有以早的，嘛阁有迄落税籍资料。这足久以前的，即摆拢迄字拢已经看袂清楚啊。所以遐门牌会当见证迄代历史。遐我甲恁介绍讲，庄头的大地主，已经老古石的厝是因的老厝。为什么伊会用老古石？就是讲以前的庄仔厝，拄开始的时阵，庄仔角算非常贵。因是算大地主，较有钱，所以因是用老古石。这看真是海石啦，海石啦吼。这种石头较贵吼。当然嘛，免讲嘛贵，这天然的呢。对。但是较稳啦吼。是啊。古早时代咧做厝就是安尼。对。以前阮兜大的吼，毋是阮石头，阮是一块一块的石头。角啊，迄嘛是足贵的，迄嘛足贵的。迄当然是大石头，足大粒的安尼。爱用人工。听人工落去安尼定，内底大吼，真正冬暖夏凉。真的哦。真的。偌好诶。嘿啊。即摆种建材敢真罕见啊吼。无，我住遐，我住到12岁，才搬去老阿厝迄款。阮遐有个特色就讲，迄个是阮迄个红缸，什么意思？就是等于讲阮内底灶骹内底要用水，那你去担水的时阵，你搁要入门安尼无方便，所以拢是为外口人来倒水落。倒水落，你也看伊内底有个坑，对，探迄内底迄个坑。所以只要外口有迄个有水建筑，内底就是同款啊。所以讲我担水就甲倒去遮就好啊。对，因为以前无自来水。我知。那就是拢用这水。但是阮以前迄搭嘛是真侪拢有着乌骹病。因毋知讲迄水内底有新。为倒一年开始遮
好转，都无这个病啊。就是自来水公司，水到水来啊。嘿，水迄个自来水来，都无啊。大较无。乌骹病，照你讲是迄个阮阿嬷迄个时代，应该是。讲阿嬷迄个。对，因为阮阿嬷嘛是共款有乌骹病。啊，因为自来水公司就是有专门的设备，会当去过滤过这滤嘿，重金属的物件。迄个社区真袂歹。我感觉袂歹啊，迄个拄啊，迄个社区吼，你若讲养了真好，是一个真好的观光的所在，你知影？会当变做一个景点。你若讲来嘉义，什么所在拢佚佗，啊，就是来这个所在。啊，咱即摆是毋是要去咱做菜脯迄间啊？即摆吼，要来进入到咱今仔日的主题。是啊，因为头拄咱讲着嘛，布袋这个所在想要到讲真正是一个吼菜脯八成拢对遮脆。然后今日咱要去的迄个菜脯工厂啊，听讲佫是音乐菜脯哦。安怎讲？什么意思？我嘛毋知，因为听因咧讲音乐菜脯什么意思？听遮个朋友咧讲啦，就讲因兜的人哦，拢敢若甲即个音乐有关系啦。毋知是讲互即个菜唱歌吗？是唱歌吗？毋是。我毋知呢，有听过就是。敢讲是？大陆人即款的吗？有可能哦。Classical music。因为即摆的农业吼。嘛真厉害啦，就是讲，伊是毋是互菜头来听迄个听音乐？成长了较好吗？会吗？有可能有哦，因为即摆有迄个，像讲有人饲鸡、饲鸭啦，吼，迄个快乐鸡啦、快乐鸭啦，拢是因听迄个音乐。啊，我就毋知影讲因个快乐的菜脯，还是讲音乐的菜脯，是毋是甲听音乐有关系？还是讲？我嘛足好奇的。菜脯，快乐的菜脯。哦，到位啊，到位哦！完全益，完全互你摇着啊！真正就是完全益。这底啊挺深呐，完全益食品工厂。头家姓啥？迄个姓邱先生。邱先生，大家可能叫伊波哥。波哥啊，波嫂的波嫂，波哥波嫂。哎，台上好。你好。我拄啊咧整理我的妹子啦。安尼。系哦。哟。拄啊会当互你呢。感谢你。菜头搞。好彩头，我是大练的。你好，坐落车呢就拄好彩头。对，够赞的啦，够好运气的啦。真正咧。大练仔。大练仔会。而且完全又是算讲是老菜脯啦。嘿啦，对啦，注册商标啦。哇！阮第4代啦，即马传到第5代啊啦。第5代就是这个囡仔。第5代。你叫的？哟，听讲你是音乐世家，敢是安尼？对啦，算囡仔拢。因为我看到迄正滴琴嘛，因为琴声你写是琴嘛，无像个对。原来是安尼，我咧想讲，什么叫做迄个音乐菜脯？菜脯是咧听音乐，菜头是咧听音乐。当然啦，真的哦。从细汉粒的时阵就开始听嘛，会拢听什么音乐啊？哇！古典的古典的拢有 classical 的啦，classical 的，这讲起来真正是咱家传五代，咱台湾的古早味，敢若用盐鸟，是讲用心，互你安心，无添加，拢无。互你看会到的，食会到的。因为这是咱家要食的啊，不爱食
人要安怎食？对啦，是吗呢？食了安心较讲到菜脯吼，一定就要配饭。配饭，咱古早时代就食袂食饭，一定要有菜脯。一定要菜脯。菜所以讲到这个饭，唔知恁兜敢有饭通食？你安尼讲啊？哎呦，你安尼袂说讲咱是专程咧食饭的，专工来食的。我讲专程是专工啦。系啦，无就啦，咱来食咧。会菜饭，会啦，会菜饭，这做者。有饭啦！啊，我又过来安尼，甲恁交叉种饭安尼，歹势。没啦，有。惯习的好。安尼关系好哦，啊无就住遮住1个月安尼拄啊。安尼好无？先大到做工哦，咱做工换食啦。哎对，安尼明仔载咱就先来先到做者，这就是恁生的对，迄个菜脯。安心的手切补，啊，就去炒豆豉啊，炒咸姜啊。哟，安尼哎哦，安尼我先试吃咸正。爱配饭。爱配饭我试。哎，算会较咸啦。唔係 I love it. Really? Oh, it's really lovely, gorgeous. Okay. It's my pleasure. Oh, thank you. 啊，大家娘的英语嘛足高讲的。还好。你啊。嫂啊，你较早是做老师哦？系啊，对啊。哦，你本来是老师，爱教啥物？啊，教英语。教英语的吗？来，哦，你即马开始来。你教英语拢是，啊，你拢是 English key, that is a book， 安尼，对。哦，安尼先介绍一下啦。好啊。不过咱这老大，倒一位？老大真无直接，去咧教册，去台南，你教册，即摆是老师啊。对。教音乐，教 double bass。double bass。甲你变大汉的。会当扭，会当用迄个扭，啊嘛是会当用弹的，迄个爵士乐有无？对。哇，那学车啊，真厉害呢。因为感觉伊学 double bass 吼，看他因爸爸徛伫伊边啊，有迄种安全感。真的，真正是安尼。真正是安尼，所以细汉伊就想要要去吼学迄创大机的，伊会感觉讲，阮阿爸伫我的边啊。哇，所以安尼。伊是台湾。他是台南艺术，台南艺术学院，南艺大。你看到迄个台湾艺术大学是迄个？你是学妹啊？你学妹吗？学妹你好。咱差30几以上嘛，差不多啦。以上哦，以上我毕业20年，你莫笑，差不多60档啦。喂，你莫笑，你话咱差咧15档以上的啦。有啦，20档。这算是第2个。这第3。这第3啊，第2个。第2个，这个团长。哦，这团长，团长，什么团？嘉地琴青这个团的。恁厝的，若做菜脯，搁一个团的。高点的乐团。所以音乐菜脯就是安尼来。安尼来啊！哎，那讲。我若咧整的时候，你就问；你若咧整的时候，我就问。安尼啊，对。刚才知影讲是高班姐，对啦。换你问。安尼较袂空虚啊。啊是讲。所以这是第3个。这第4个。第4个。你东海的啦，台中东海大学的啦。哦。东海。啊嘛是音乐。嘛是音乐。弟弟是没啦。啊？没有啦。我想讲弟弟是对啦。没有啦，就是中提琴啦。对啦。没有啦。所以讲，其实吼，你若讲会当互即个囡仔吼去学即个音乐吼，即个家庭就是即个家长吼对囡仔会非常的疼痛才会安尼。对啦。对无？支持因。嘿，支持因啦，因为你讲学这，来，贵33呢？真的啊。是咩啊？有哦，一点钟啊，青通啊。3000你还开落？哦，唔是，歹势。哎，你讲有你讲。我用啊夹起来，我3000，这个你要开3000，我你家再讲，我唔是老公啊。啊，你拢袂讲安怎呢？买啦，买啊！我等过来记啊。好，看到爸爸的外形吼，实际上拢想袂到讲恁是音乐世家。我一开始一入门看到博哥，你是讲伊无气质吗？不是，伊生了这参像卡通人物诶，2斤看级。啊，有人看过款哦，一笑就知影啦。我想过爸爸有像2斤看级。
对不？伊若是穿一领迄个警察的制服，你知影两乌龙派出古锥古锥有人讲啊，过啊啦，这就是有人讲过啊啦。嘿啦，个性有成啦，有成吗？所以个阿姨啊，哦，所以讲是你先爱着伊，还是伊先爱着你？啊，这个囡仔是随咧边啊，敢好意思讲？我啦，你哟，哟，讲啊大声，有一种袂爽，干嘛？我啦，啊无安怎呢？我当袂使讲呢，安尼我啦，哦，安尼。应该讲我选择的啦。你选择的，嘿啦哟。啊，但是你当初是算讲是英语的老师啊，对，啊，因兜是家团咧做菜脯，嘿，两个安怎熟悉？啊对啊，一个伊教英一个语，英语的。啊是讲国小的啊，国小的同学啦，哈，恁熟悉遮久哦？啊，人伊班长啊，人一名，最后一名我嘛是一名的啊。哦，哦，伊头前，我后边。呀，讲草要20桶尔，无啦，阮中拢无联络啦。拢无联络，嘿啦落尾才联络的嘿啦，啦哦，因为伊算讲故意啦。可以哦，伊较早去阮兜的时阵啊，拢坐伫壁边的。在边边，嘿，真我正拢我叫伊坐路边啊，喂，迄就毋是街友咧。喂，伊算讲较避暑。较避暑对，较啊，伊若歹势去阮兜，算讲，若是要找我，伊拢会家己去坐咱壁边。哟，嘿，啊，阮爸爸看到伊拢会讲，阿婆个来遮坐啦。阿婆个你若家己去。你哪会调壁的安尼啊？是安尼，这么吊壁的？唔是啊，恁哪会伫遐徛壁呢？啊，你着歹势，啊，比如讲阿伯甲你问讲，啊，你哪会遐？你哪会不爱入来坐？啊，你安怎回答？袂啦，我啊我坐遮就好咯，啊人家讲话就好咯，毋免坐到遐晚。戆家呢？啊，伊就想要你较晚，你说袂晓晚，哇，你想真嗨呢？就是安尼你啦吼，哎，袂啦。这边讲啥，我若看到我嘛爱，真的啊，真古锥啊，而且因是国校就熟悉啊。嘿啊，凡说伫囡仔时代，爸爸就已经有看过伊啊嘛。有啦，古锥的小男孩对无？嗯所以恁两个的婚姻算讲是一帆风顺啊，拢敢若拢毋捌冤家，即讲毋捌有寡。我迄是拢加减仔下啦，嘿啊啊事后看你安怎去。沟通啦，咱来沟通一下安尼吼，对不对？对哪有迄种拢一帆风顺的？啊，你讲有嫁入来了后，你感觉适应不良的迄种哦，情形？一定有的有哦。哦。做对嘛，嘛是爱做，这道嘛是爱做。啊，所以对啦，嘿啊啊，我伊领导早是蛮做的。嘿啊，伊算一寡老师啊，要来往这当然是无法度啊，所以就种个啊。看到为天顶安尼落落来呢，哟哦，对无？压笔的变压鉛笔啊啦。对啊。啊，你当初是安怎甲讲？啊，我就直接来讲，我起头路啦。啊，都毋是应征入来的。我无事啦，这袂使有事。嘿哟，啊，你就讲安尼，对就要安怎表达？我都适应啊，哦啊，安尼哦咱来吼分开一下，分机啦，分机分机哦嘿啦，哦，毋是吼 divorce 啦，OK？我 separate but not divorce。呀 That's right。哦。 just for a few moments。啊，爸爸是安怎甲你讲的？伊是甲我讲，生活无可能是全是美啦，嗯。吼啊，上重就是讲翁仔某爱同心啦，嗯。对无？爸爸的感情是甲伊足好的哦，甲。对，伊足疼伊的，安尼讲起来，伊足为伊的哦，伊足有伊的，为哦，啊，非常的。是毋是安尼？所以讲，我感觉我敢若毋是伊的做法。嘿啊，我毋对，讲啊，你敢若安尼毋对哦，对。啊，婆敢若讲较对哦，对。是嘛？你甲反省者安尼，是嘛？安尼会安尼嘛？即摆丈人爸已经做先啊，啊，即摆有当阵想着丈人爸，我那是会足感谢伊的吼。因为有阮丈人安尼，甲老会调啦，啊无咱过了去咯，走你路咯。嘿啦，你无才调，通我讲啥啦？咱无法度啦。袂晓讲啊，讲袂啊，你讲咩啊？你有感觉讲妈妈是一个真乐衷的人？有吼。有啦吼，啊妈妈对恁的教育来讲，会甲你限制这，还是管理迄，拢袂，拢袂嘛，拢真开放的。开放。As you wish， 安尼，是安尼？As you wish，is it right？ It's good。 Very good。啊，你当初是互伊学即个音乐吼，你有想讲将来因若咧行音乐的即条路，原来是 OK。我本来想的就是因行的应该就是专业的啦。哈。嘿对，啊，其实我有一个观念就是讲，你会晓生活，安尼就是好啊。对啊，因为咱做人你就是爱生活嘛。嘿。你的专业就是你的一个
算讲互你加的一个载法。嗯，对，哎，你的技术，对啦，你无一定讲是靠音乐去赚钱，无一定啦。但是有这个兴趣啊，那真好滴。对，因为每一个人无共款啊。是啊。爱的人一定嘛无共款，相时啊嘛无共款。是啊，有影。诶，你安尼坚心互因去学音乐，你的爸爸妈妈就是你的大家大官，敢有反对？这一定会啦。阿公阿嬷有反对无？传统的观念内底一定是因为伊一定会讲，啊你学这个袂趁钱啊，吼对无？迄到即咱你一个人开1000万开袂起来呢，吼对无？有影。所以讲有一天的演讲吼，我就问普哥啊吼，你有啥物意见无？安尼伊就讲你放心啦，我吼就是欠栽培，伊讲伊家己啦，伊讲我家己就是欠栽培，啊这囡仔学这种绝对袂变歹，对，啊钱吼，啊搁趁着有啊，对无？啊咱爱甲支持，对，较会甘心大喜。安尼对。我听甲足感动的。这当然是安嘿，伊迄规面真正有流目屎呢。诶，过来一位，诶，等来，哦，你好，我等来，老师你好，老师你好，这只，这是老大的哦，这老大，哦，大的你好，老大你好。什么叫老大？因兜老大的啦，大姐嘛是学，啊对，你讲 double bass ，bass 用大的，你有拉，啊声音甲大提琴无共，无共对无？恁是定期拢会伫咧遮开音乐会哦，嘿，差不多偌久一届？阮是菜脯季，每当的12月到3月。12月到3月，进就是菜脯季。啊，即马就进着菜脯季，所以音乐会已经开过了。对啊，12月初。即马当咧采收就对。对。哇，安尼咱明仔载有佚头通做。哦，有工课咱个做，互恁做啦。啊，然后音乐会一般就是要互员工听的，还是要互菜头听。互菜头听。来做迄个菜脯。啊，阮希望会当甲迄古典的音乐吼，带入去咱的偏乡啦。嘿啦，你有这想法做好对啊。爱有人经过恁遮的时候，本来咧塞车咧听。对，礼拜听。音乐会好啊，听咧听，礼拜听袂？会吗？嘛是会哦。对，有诶，搁为北部为台中安尼。安尼哦。真诶。哇。啊，阮会请台北有名诶音乐家啊。来遮做伙演奏安尼。真诶哦。真诶啊。这就是提悬咱这个菜脯的气质啊。里民乡民的气质。本来用菜脯咱凊彩推的，但是咱即摆音乐的这个菜脯都无共哦。是。我来将的菜脯。哦，真忝。会使袂？下了袂歹吼，袂歹啦吼。啊，你较多。这就是菜头的田啦。下仔今日7早8早安尼，因就已经伫咧遐滚过头哟。无，无啦吼。咱原来是即摆才7点外尔变去。
免惊免惊。啊，但是那遐早就已经到去啊。啊，生成拢安尼啊，农家拢是遮辛苦着啊。波哥，高菜，我哥搞这，哎，高菜，有够菜，有够菜。这无早袂使啦。我早袂使。哎，这片拢是，这片拢咱的哦。来，落远，啊，我直接行落来哦。行啦，啊，唔能讲立事呢。好，别。那你拔刀嘞？别啦。OK。拔刀哦。哟，这边是安那已经炒好啊呢。这炒好了，啊，这边还未炒嘞。哟，为什么这所有你的菜头拢无头，拢全部爱撤掉？因为咧采收个爱先斩头起来，为什么爱先斩头？你看你囡仔时代，你捌唱过迄个拔萝卜，有拔萝卜，老太太迄有无？有。迄拢是迄叶仔做伙版的呢。对啊。啊，所以讲时代改变无共咯嘛。哟，啊，就咱老太太。即摆所以就爱先斩哦，啊来，你来扭。先斩头会较好扭哦。斩头会较歹扭啦。较歹扭，啊，毋过后壁的工课较好做啦。安尼哦。系啦。啊，来有边啊这。来，你大条来搬看卖啊咧啊！免讲嘛，迄板上大条嘿，的。上大条个搬起来搬看卖。我看。啊！哇，有大鸡哦！你即摆你甲摕出来，袂算敢若迄个金门有无？你送炮弹有无？好，有，来，有够大机的啦！摕去做菜刀。是，菜刀怎倒你这个？安尼好，安尼。倒菜刀。哦，真棒！来，哇！这个哦，哇塞！哇！这是当归吧？有。这哪会遮大机啊？袂算敢若当归咧。边啊会较大。恁种的菜头那叫大鸡啊？啊，这是日本的大根的，所以会较大条啦。日本代工就是呢，错。啊，别说我大鸡的咧。拔萝卜。来哦。啊，摇了哟。爱摇者吼。哟，无会断哦。哟，无会断哦。你安尼哦，转去啊啦，转去拍算啊，转去会当用咧。我用，会啦吼，我即摆用你看哦，看好哦，对安尼，慢吃对无？有，啊你安尼，家己摇去，摇去，搁大条就对啦。安尼，爱摇，然后他都无摇啦。哎呀你啦，啊你个起来了啦，看无？摇卡算你啊，哟，安尼哦，啊摇起来了，来，有加吼，来。有嘞对哦！哇！我唔敢，不对，慢出来。哦，无断。OK。加载啊！啊，多卜一声，我想讲断去呢。哦，紧断。好，安尼。哦，慢菜头会喘呢。会呢。哪呢？这头种落偌久就会使收啊？90天，为补助种落到采收单到90天就会收啊。其实要做这吼，来石头无简单呢。弟弟，我看你敢若拢做甲嘛遮顺手的。你是自细汉就开始伫遮安尼行塔哟？会晓行就来遮咯。啊，你是几岁时阵爸爸带你来遮的？5岁吧。5个月就来啊？无啦，5岁来遮。哦，5岁来遮的啦。伊个来遮行搭。行。来佚佗佗啦。佚佗佗嘞。对无？啊，使鸟啊，使3岁俩鸟啊。使迄只鸟啊？使迄只鸟啊。 5岁就使迄只鸟啊？就迄只鸟啊。山鸟啦。心动啊！系啊，真正心动啊！是只鸟啦。赞！你有感觉爸爸咧做这道安尼有辛苦无？辛苦吼。啊，你有要食无？要食。哎呦，伊完全无考虑哦。安尼就是对的。这是第一反应。嘿，咱看伊的表情就知。有炖底就唔对。就讲无炖底。无炖底啦，你讲。啊，就是有要食，所以讲开始咧转型咧。来开始学啊。开始咧用。哦。无像传统的安尼拢是咧改变新的方法。但是传统的嘛是爱甲训练者啊。传统的嘛是有，迄是基本的，一定爱做。对。啊，咱产品出来，咱搁转型。不过是你甲高正讲叫伊来学的，还是讲伊家己要学的啊？可能也对机械，看这机械有什么兴趣吧？哟，安尼我讲，这囡仔有出头，真正。免烦恼个啦，轻做个。免烦恼，真正。
哦，这无简单哦，这距离甲角度拢会切好稳呢。还要聊一下，哎没啥的啊。对啊，是哦，哎，伊即马未成年呢，几岁18， ？18啊，哎呀，18成人啊成年啊啦。 ，OK 啦。这油门加油的，啊这速，这油门啦，哎呀油门，油门啦，嘿，油门我知。啊这是速，可止，当啊，这卖个动，这卖动这边这边。就是一速就好啊啦。哎呀，来，过来几打嘞，你手。来哦。会使未？可以。哎，弟弟，你真厉害呢！你安尼18岁，你已经会晓开这所有的机具，你拢会晓开啊？处理有诶，我拢会晓。拢会晓啊！但是爸爸这算辛苦的时头呢，你哪会安尼想讲不要紧，这我做 OK 啊？一般少年的可能拢是想讲卖做这较好。因为这是传统，即马传统拢足少诶。拢足少。我想要甲传统拢继续。哦。你是伫遮附近咧读？嘛，即马高中是伫高雄。你咧高雄读册哦？音乐班、音乐班呢。啊，你着对高雄，逐礼拜我平转来遮，平转来家己安尼哦。哦，啊嘛是真辛苦啦吼。安尼吼，趁着因即摆咧遐吼，你有啥物话会当向爸爸来祝福一下，或者讲你有啥物心内话，一般唔敢甲爸爸讲，你会当趁着这个机会甲讲一下。哦，爸爸足辛苦诶，足感谢你甲我饲大汉。啊，辛苦伫咧倒位，爱叫伊爱注意身体倒一个部分。腰甲腰哦，我头拄看爸爸就是开始咧安尼，伊是长期的对无？啊，你会帮伊安怎处理？啊，支支咧，打咧。啊，你会帮伊马杀鸡就对啊，真友好。好啦，友好的囡仔吼，运气拢真好，我甲你祝福。啊，你算起来，你玩得真厉害啊！无啦，这台其实袂歹开啦，小三猫啦，吼，嘿，袂歹开啦。 OK 啦。行。无遮尔简单呐，对无？因为这有一个势，开车敢若开怪手共款的意思，无简单。但是大陆嘛是厉害，我有啥讲的？但是无简单，后一届驶一款的小山鸟啦。 开始要洗菜头啊啦，吼，老早呢，辛苦啊呢，辛苦啊！今晚要放啊吼，咱想好要放。你来投奔自由啊啦！开始哦！你来洗身躯啊啦！洗身躯，哦，很壮观哦！
开始要洗澡了。哦！会喷哦，会喷哦。哎，喷的。啊，咱即马拢倒伫咧食，即马是要创啊？即马开始呛水啊，对啊，开始洗啊吼。要呛水泡澡啦，啊泡澡啊，即马来看。对遮开始洗，哎，洗完了啊，伊会送入去对无？对，啊，然后简单的较来溜手工的。哦，你手工的啦。水，加健保啦，健保。加健保。哦，加健保，我想讲健保我嘛有啊。系啊。哦，开始恁动啊。哦，你开始恁动啊吼，你看水车吼，水哇。车让你摇起来，啊，然后再到输送带。这是全自动的设备呢。对，这不哥啊想的啦。所以这个设计就是你甲迄个做机械的工厂，啊，讲你想要安怎用，啊，伊去帮你设计。互相啦，互相安尼。智慧的交流啦。真好咧！咱全台湾有8成的菜脯是对家厝的。对恁兜来的啦。所以恁若无食，咱就无菜脯通食。好啦，我用，先哦，咱讲谦虚的啦，3成对恁遐来啦，3成有啦，应该有啦，对无？月娘弯弯，咱即马就是要来镰刀。切菜头。对。这用机器洗个偌清气的呢，足清气。真正迄套设备吼， OK 真正无计开钱的，迄真正是足价值的就对了。嘿啊。哎，足侪钱的啦。较早是安怎洗？较早你就爱人工啊。人工洗哦。系啊，安尼达刀啊抢啊。哦，啊，咪抢到几年去安尼啊？啊对啊，所以较早阮讲婆话咧做，拢做到3更半暝啊。啊，安尼哦。系啊，啊当初买迄机器设备的时阵，就像你讲的，足贵的嘛。啊那个长辈唔甘嘛，然后一定系唔甘，伊会感觉讲，迄无菜钱啊。唔甘到底是要安怎啦？拢用过手的就对啦。因平常因咧豆大拢用过手的吗？啊，唔是啊，伊较早因的时代就是用高的安尼石头啊，一粒一粒甲啃，一粒一粒甲缀起来。安尼？嘿，唔是咱真安尼。无即款机器拢无，迄当初拢无。嘛无对高机。你知无？啊牛用牛车呢，嘛无铁牛啊呢。哎，真正是古早人足辛苦的，的，真正啊。系啦，欠长呢多啦。对啊，教阮就是爱，咱就爱想办法啦，吼，对不对？有少年仔要接嘛，咱爱互伊较迄个咧。所以恁咧用几年啊？进家啊，这我们在这里大概第9年啦，第9年，第9年啊。啊，伫咧9年前完全拢传统的。对啊，手工的啊，你想你真安尼，你看，你咧做什么呀？破饼啊！你为什么还要这样搓？破饼啊！一刀就毙命了啦！你看，一刀就毙命了吼，对不对？破饼安尼啦。哦，安尼有影破饼。啊，较早你看，较早爱搁安尼呢，像咧擂鱿鱼安尼，你看，这较早手工的呢。较早我安尼哦。盐爱死鱼啊！你知无？即摆有机器通做啊。对啦。啊，咱即摆切这是要较早真正安尼。是啥物产品啊？加健保。加健保。对，头拄有讲啊。嘿。我讲。嘿啦。这个刀吼。嘿。无够来。来啦，换啦，来。换吗？换。好。啊，若真正搁迄个就无会讲啊。无会讲啊，来。叫你来。来，好。有够来吗？跟有影一样啊，你看。无像哦。真的吗？好可爱啊！哎，这是菜头，不是叉头呢。对吧？一样啊，一样。哎，我看会晓破叉，你要波头啊？不要。差不多安尼对不？可以，来站胎转一下，烟花，哎，学姐啊，扭一下，站胎。你的腰型无咱啊？哇！哇，你安尼？哎，扭一下，对，就是要均匀呐啊，全部都要弄到，有萝卜就要有盐巴。算讲这是粗盐对不？对。来。
好啊，咱即摆是来到这个来到这个布袋盐店啦，嘿啊，对，你敢知？盐店。布袋吼有三宝呢，你敢知三宝啥？盐嘛、海产嘛，啊，搁有阮的音乐菜脯。哦，咱即摆就来到盐店。哦，安尼哦。嘿啊，带你来看一个布袋言承旭。啊，布袋言承旭。言承旭，咱的蔡总干事。蔡总干事。总这是一协会的干事就对了，总干事。对，咱来保存咱布袋文化。言承旭。哦。杨姐你好。来。哇，总干事，这风景足水的呢。今仔天气较冷，哟，海风真透，真透。哇，这拢是盐店，咱讲盐店。这盐店啦哦，啊，咱台湾拍盐有300多年的历史，这个是124年开垦的，就是200年前。200年前。啊，拍到民国90年，哟，拍远，因为后来台盐就去澳洲投资，哟，啊，就拍远，拍远了，阮伫2008年还搁倒来重新整理，啊，到今年是第18档。哇！来拍声鼓励者，这真正有影，这无简单，真的。感谢你安尼吼，为着咱的台湾的历史吼，发展安尼直直安尼落安尼啦，感谢，做感谢。啊，布袋言承旭是你的片名哦，是啥物你？啊，是你正名，江湖外号啦，因为我正在拍盐18档吼，我人生的志业吼，是台湾盐文化的传承，甲永续，所以简称叫言承旭。好是安尼来啊！我就是讲是言辞做成言承旭，但是原来有成安尼啦。啊，你是属于汤姆啥物？汤姆那个客难饭。喂，汤姆克难。安尼知未？安尼知未？好啦，言承旭是好要盐，可以安尼会当淹刷落去就对，会当传承啦。啊，当初是安怎有这想法？因为你原本的本业是啥物？我较早是做记者。你做记者的吗？做记者的。你地方上啊，是咧台北？伫地方我做差不多6档外地方记者。记者。做地方记者，所以开始重新认捌咱家己故乡的这个所在。那伫这在民国90年迄阵，台湾要拍远嘛，阮就开始做一寡迄个地方的盐业的文书的调查。哦。2008年，迄阵有一个机会，拄啊文化部吼，有一个产业文化资产再生的计划。哦。啊，是讲无咱就搁。一块盐田，搁来拍看卖咧，安尼嘿啊。哦。一开始是感觉布袋应该爱留一块盐田落来，一开始是安尼想法。啊是开始做了，就有人讲，你个盐有咧卖无？你个盐田会当参观无？对，然后后来就慢慢发展出像阮今仔做的是环境教育，以及甲盐的生产甲买卖安尼。拍盐其实有足简单7字，就是海水引入来，伫土地慢慢一个流动，流动的过程，海风会吹。日头会拍，阴吹拍，好啊，所以海水、土地、季风与阳光，叫做水地风光。哦，咱做一个拍盐的人，真认真甲收起来。所以你看我的衫，顶管有小抄，水地风光，人晒盐，人拍盐，人拍盐。哦，水，这有意义的呢。哦，水地风光是大自然，是，人拍盐是咱咧做的代志。哦，所以拍盐简单讲就是人甲大自然环境的一个互动安尼。哦，天公伯啊有听同咱就好心。对。你安尼做好个呢，你这个传承啦，一直讲落吼，啊，互后一代人会当了解种这历史以外，要安怎拍盐，咱会爱记的，对无？啊，恁伫咧盐埕这边的 SOP 是啥？安怎要安怎做事要安怎工作？拍盐吼是靠天公伯啊，无 SOP，无 SOP，嘿，爱靠经验。哦。嘿，其实这甲做菜脯共款。逐工的变化拢无共就对啦。对啊，系啊。爱看时看日安尼啊。海水引入来了，海水甘无测3度。哦啊，入来这过程会愈来愈咸嘛，海风会吹，日头会芳嘛。会愈来愈咸。
海水为3度一直减到25度的时阵，氯化钠会因为过饱和而结晶出来。当天日头较短，较嫩，伊的日照时间比较不足。是。好，比如我若25度的海水入去到结晶池，哎，5月开当收成。安尼哦。你若来到春天，比如讲到3月、4月，吼，天气较热啊，差不多一礼拜就当采收。哇，差得济。哇！啊，我拄仔咧看过迄边去，2个少年仔咧做的时阵，迄是恁迄土地哦，你有收土地啊？收过土地。有咯，我即个我全部都有8个员工啦，啊，即嘛有3个少年的。哦，这少年是专程过来学的就对啦。算我的员工。哦。对。修盐吼，我会教恁口诀。口诀好来。钟摆原理吼，我等下安尼考起来1，是不是当量？对。一喊了的2、3。老师，你喊一遍，我看就知啊。以力借力啦，用力来借力。1、2、3。哦。 1、2的2就是甲水甲海调啦，嘿啦。我知啦，我即摆当咧看你是咧。这就简单的啦。嘿啦，我知啦。我相信你绝对会用的啦。嘿啦。来，轻轻的下去就好了，免出来。1、2，来，哦，个真搞呢。你手唔对手啊吼。1的时阵爱倒手，1的时阵是左手，吼。哦。 1会用左手喊。右手。对。哦。下去的时候才换右手。知啊啦，太上，无问题啊。 1、2、3，嘿，顺势下落，顺势下落。哦，老师嘛真严格呢。这每一个姿势拢爱。姿势不对的时候，人容易受伤。哦，人会受伤。嘿，1，轻轻落，大底，嘿，1、2、3，嘿，对，这边到啊。1、2、3，好，袂歹。来，换第2人，轻轻啊落去，唔咧踩遐大个。哦，愈来愈搞哦，愈来愈顺哦。太上ですね。哇，太上赞哦。bravo。来，你这个我唔免来啊。干唔免？我唔免来啊，你来就好啊。老师，咱要来啉这个啥？盐冈茶。盐冈茶，就是好盐冈咧啉的茶就对了。嘿，当安尼讲嘿啊。因为咱一般啦传统来讲吼，咱劳动了是袂流汗。对。流汗了，咱爱补充水分嘛。补充。但是啉白滚水好啉无？无啥好啉嘛。所以内底有加3项物件。啥物？乌糖。哎呦，你啉袂出来哦。啉袂出来。乌糖、辣含脂粉，加淡薄仔盐花啊，这是有道理的。为什么要加盐巴？爱补充啥？矿物质。 电解质，拄则流汗嘛。对嘿。啊，为什么要加乌糖？补充热量嘛。热量哦。啊，为什么要加含脂粉？为什么？吃它有饱足感啊。淀粉嘛。哦，是安尼。拢有啊呢。拢有啊。这种盐冈茶就是意思。来。啊，就是讲。大家伊嘛。较早盐冈吼，因为淀粉会加的比较多，啊，我们现在加的比较少。对。太白粉。 啊是讲哦，盐冈茶是毋是代表讲咱即个做盐冈的人，因为吼外人咧看，像讲咱一般的人咧看，拢感觉讲盐冈安尼介辛苦安尼啦。对恁来讲，恁嘛会感觉讲盐冈是一个足辛苦的石头，是毋？从来不觉得辛苦。真的哦。对，因为我咧感觉，咱若丰收吼，拢是真快乐的代志。是啊，当然。丰收是甲真侪朋友分享咱的台湾的海盐。是啦。你若付出你的心血，你的体力，付出你的时间，你愿意，因为咱可能是。 换来可能是金钱的报偿，是，嘛可能是精神的报偿，对啊，安尼快乐啊，快乐啊，对啊，快乐。所以拍盐是，我讲这勤恳丰收，辛困丰收，对啊，哦，
花一朵会拍烟机。哦，这算讲创作，因为这无版权。无啦，你看你拍烟机无共啊。拍烟机。嘿啦嘿啦。但是你即马要找着学师啊的，譬如讲这两位安尼青年才俊安尼啦，无简单对无？来，红尘，来姐。伊叫红尘哦。红尘，哇，滚红尘，你好，来。红尘23岁对无？来，这边26岁。这边26岁啊？少年呢？啊，你咧学校是读啥物科系？我开始大学修好了后，我就先去做兵。做兵了开始找头路，我是在地本地人。我等下才开始对阮总干事学功夫。安尼哦，啊是为什么要你大学是读了无欢喜哦？是读着啥物系安尼啊？一开始是读渔业管理。哦，渔业管理。当了感觉对这方面的迄个项目较无有兴趣。哦，安尼对，安尼好。啊，伊是无爱鱼，爱盐啦，嘿啦。啊，拢共款拢平平海水差不多啦，甲海水拢有关系啊，拢有牵连。你咧拍盐通道啊，快乐是啥？家己的力量会当为盐埕付出。哦，这算讲是转来故乡的青年呢。对无？遐一般像恁这会所的，拢毋是走去台中，就走去台北啊，就有当阵会安尼。愿意安尼搁来做的，这款的少年人即马较少啊。拍婆啊！你要收学生有啥物款的标准？啊，你若肯认真、肯骨力，我就收你。嘿啦，看天分啦，看天分啦。嘿啊，像这天分袂歹。我天分袂歹，但是我时间要到啊，你知影？千万不可！我已经无落栽培啊，你知影？大王万万不可啊！大王应该要搭墙顶啊，你知影意思？你万寿无疆啊！无疆吗？无疆。我足惊我念到疆啊，你知影意思？要未啦。那我真正想袂到讲，布袋竟然是一个遮尔啊水的所在。布袋啦，你真正有影。布袋吼，上重要就是盐埕嘛，吼，啊，搁阮的菜脯嘛，对无？啊，即马来，咱我介绍吼一个朋友互你，咱来遮要来看鸟啊。香鸟的所在。香鸟的。这个所在听讲叫做布袋，这个。淡地。生态，对，生态园区啦。对。然后看到这个景致，我想到讲，飘飘何所似？哎呦，飘飘天地一沙鸥。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啊。似节似曾相识的是。哎，较细声咧，因为有人你看，遐有人咧看鸟啊。因咧上。较细声。歹势。有，你好，经理。老师，你几岁？我姓区。区老师你好。你这有啥社团法人高雄市野鸟协会？对。你对高雄从啊遮来哦？系啊，你问到第一个好问题。啥人乃是高雄走来遮？因为遮本来就是2016年的讲要做光电。16年时阵。对啊，所以这是光电的一个选址的所在。啊，因为遮是东亚澳，这候鸟咧迁徙的最重要一个中继站。台湾是候鸟的中继站，上界重要的所在。对，所以因为安尼，民间社团甲结合迄个政府机构吼，有咧长期做遮的鸟仔调查，所以知影讲遮对野鸟的一个重要性。就是透过足这边的协调，后来就是甲迄个即地是国家级重要湿地以外，较南边佫有4地盐埕，其中1地做光电，剩的3地保留，就互高雄鸟回来领用，然后来管理。高雄鸟。这才是对环境的优先。
对啦，看是毋是安尼？以前咱咧迄东港遐有保老鸟，对无？对对。迄到遐，爸爸嘛无转去，妈妈无转去，这结果拢变鸟啊巴安尼。对啦。但是咱反省了，咱就毋通安尼做。是。即摆是保老鸟已经变做东港遐的一个特色，一个饲鸟啦，对无？迄个真重要。你即摆已经是住伫咧高雄啊？无，我住伫布袋。但是为什么你的迄个学会是伫咧高雄市啊？系啊。因为做这个代志就像鸟安尼无国界哈，因为这个所在要被开发。啊，民间社团知影讲这个所在的重要性，所以伊嘛无分讲这是高雄还是嘉义。应该安尼讲，就是讲怎啊上哪会来徛伫布袋这个所在吼？伫每一年的10月甲丙过年，嘿10月当天。丙过年的4月吼，这时阵因留伫台湾有半年的时间，留伫这半年，嘿，留伫半年吼。啊，伫这半年来做两件代志，一个就是食，一个就是休困，伊无反俗吼。啊，所以阮要安怎甲迄个栖地环境用好，互伊有通好休，啊，佫会当互伊有通好食，嘿，啊，所以这就是阮领养最重要的一个目标。你看到啥物？一乌喙的，一乌喙的，啊一身躯白白啊，喙嘛是乌的。对，白灵丝。迄就是白灵丝啦。咱常食看的白灵丝。啊，两只鸭尾仔伫遐呢。对。迄鸭尾仔就是琵琶鸭哟。皮嘴鸭。皮嘴鸭，是琵琶。琵琶鸭是宜兰的特产。别，就咱。我足够水，你看。真的哦。你看，咱看卖啊咧。足够水，真的啊。有无？真的呢，哦，足清的呢，这个就皮嘴鸭哦。刚有想要看一下黑面琵鹭，遐有一只，大概乌面腊杯，乌面腊杯在倒。腊杯。你只？腊杯啦。嘿，因为大家来拢想要看黑面琵鹭吼。乌面腊杯看会到呢。今年11月1条早，去年啦吼，11月1条早，布袋有1500几只。老师，你讲拄仔讲这是本来是盐埕，对，这嘛是吗？是啊，拢是。是，伫2002年的时阵，规个台湾的盐业收起来，拢收起来。对，啊，才开始变做水饺的落。哇，即摆拢看袂到迄个一格一格。迄个地嘛是一个，算讲是山洲，是山洲嘛。迄是人工的吧？嘿，这是人工的，这是有故事的吼。咱正看得到这面积。有40几公顷，遮大片的水域啊，你若无做一寡安尼的人工岛啊，吼，迄个影咧拍，咱换骹即个是会互伊拍破去的。哦，为着要破即个浪，所以咱会看到1粒、2粒、3粒、4粒，嘿，爱做一寡这来破浪。啊，若讲其他的水鸟若甲食的时阵嘛好，会当休。对，因为水饺无逐工爱泡，不是任何时候都想泡水。老师，咱望远镜放喺遮，咱就看一下。好啊，会使啊，会使啊。吼，咱遮我较早有看到黑面琵鹭伫安尼来来去，伫迄白白对，白白迄撮，嘿，咱黑面琵对，来你较加，互我一个。哇，这迄规阵的呢，规阵规瓦咧遐呢，是白灵丝鸟，迄是乌面腊杯哦。对，有4只黑面琵鹭，4只乌面腊苍鹭，够高水，你看，真的，有够高水啦，真的。哇，真高水呢！有啊。无怪讲伫遮看这吼，看规工，看人。拢，唔那刚刚啦，就是讲看袂sen啦。哦，看袂sen啦，真正看袂sen啦。看袂sen。咱讲到邱老师吼，较早听讲你搁伫咧广告公司咧做代志，啊，搁有担过迄个建筑师的迄个事务所。啊，后来是安怎甲即个道教安尼结缘呢？哦，你怎知影我的背景？因为拄仔又甲我讲啊。哦，好，我就因为我做爱影相的，吼，啊，所以我有去参加迄个地方摄影的培训。啊，后来我就开始就是开始咧做摄影这个工课，然后拄好关电遐有需要，嘿，有需要一个人长期蹲点，来做生态记录。那你知道我一蹲点蹲几年吗？几年？好恁约。3年。我跟你讲，我为2000年的6月份，一直做到2018年。18年。
安尼你王宝钏，你拢一直咧哭遐就对啊。无啦，我嘛是来单独照过就对啊。你细哭，啊，你就爱哭咧遐哭啊久啊咧。伊迄是苦宝钏啊，苦宝钏18年呢。安尼算讲你无完全，逐工拢伫遐啦。就是需要的时阵我拢会过。18当我咱是有上班啦吼。有做工课，有做工课啦，对，拢有咧做工课。对哦。你看咱头壳顶迄面皮路飞过啊，这就是迄面皮路。哦，对啊。有看到伊的喙无？哇！皮路咧飞。吼，伊就是实啊，伊的红骨仔扭长长。对，啊，喙足长个咧。对，伊就飞长长吼。啊，若是迄个露丝咧飞，伊的红骨仔是 S 型的，是做弯的。嘿。伫咧遮，若是来运动的人吼，迄早一期望远镜有无？好，就会当安尼，哪上课啊哪运动安尼。对啊，对，咱较早经过遐爬，伊就甲我讲哦，遮足好诶。伊来运动，叫我拢唱歌互伊听。对对对对对。哎，伊就爱甲我分享。有诶幼声，有诶粗声拢有。这算讲已经生好啊。对，要来应该讲是盐烧好啊啦。对啦对啦。盐伊即摆要食开始。要落时啦，是啊嘛，即摆要来甲缀落啊。压榨，要缀石头，缀石头来。对啊，啦，即摆人。咱来体验一下。啃啊啃呢。好。这嘛是一门学问的吼，啊细腻哦，升官进财。三栋外，做重的，你看它豆腐的安尼，哇好，紧紧甲拔起来，甲拔起来，紧，啊无紧，我来，提上紧，退后，来，退后，啊无会安怎？打你，你会打咪啊？哦，我想讲，我想讲会沉落，我惊着咧想讲，紧到要沉落，啊你就无啦，迄较会沉去啦，安尼还好啦。哎，啊，我爱加一块吼。对啊，因为菜头的水分是重重的，25%以上，所以咱愈甲低，安尼伊就愈搭啦。哦，你看，哦，刚刚瀑布嘞吼。这拢菜头水啦，看这水偌济。啊，为什么还有一寡菜头会浮出来？迄就是芒啊，芒啊除了无好。刷来要差不多缀偌久的时间？8点钟以后。8点钟。哎，就半暝2、3点。半暝啊起来，啊起来。半暝啊2、3点。半暝2、3点你还袂困？爱爬起来，爱爬起来。嘿啦。差不多8点我就困啊。你即摆是咧洗尾咧门做代志哦。我真噩梦咧，我小紧歇，通去闹水闹了，通去小紧困。对。爬到了小紧困。6点以前拢爱。安尼哦。3点啊。所以迄是因为伫咧即摆拄好菜头期。对啦。啊，若讲无伫咧菜头期，就会当困完8点钟啊啦。哦。啊，其实你若一个深入时钟啦，吼。哦。你若惯势啊，就拢会迄个时间吼。拢会过精神啊。对啊。是，大人的是，咱今仔日吼来浸这个烧水，这个穿插非常的正式哦。咱穿这个吼塔西多，我爱下这个裤带哦。咱非常尊重今仔日这浸这个烧水。有了这九九，对九九啊，这九九啊，九九我叫做内裤带。我是讲吼，咱今日的这个音乐会是非常的正式，这是音乐会吼，足罕你看到。是。咱两个因为对着咱艺术家的这尊重啊，一定要穿安尼，咱会当开始欣赏
头一条好听的曲，好不？哦，咱头一条好听的曲进行咧，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因为伫咧遮，咱原来是有一个主角，是，就是咱的菜头。菜头，是。菜头，咱跟车来。对，我去吐，我，这个仪式代表咱今日的音乐会要正式开始。正式要开始哦。是。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 me present the fabulous orchestra from Kai. 头一条曲是叫什么？头一条曲是叫什么？我爱洗澡。哦，我爱洗身躯，我爱洗婚书，我爱洗婚书。Yeah, music, please. Bravo! Yeah! Bravo! 听头一条曲的时候，我最感动的。爸爸妈妈教育出这样好的，这弟弟有感动无？有啊。有。哇，这个前这条无白了，真的世界级的。世界级的，世界级，国际级的，国家级的，国家级的。对，但是我感觉一条歌无够，无够，可能要两条歌来到。两条什么歌？两条歌。两条歌。第二条是什么曲？我知。什么曲？就爱问因。老师，咱今日敢有准备第二首歌？有什么歌？歌曲？什么曲？当哦，当时维瓦蒂的《忽悠》当ですか？当哦，我头拄想讲是动力火车迄条当。哦，唔是啦，维瓦蒂，因为这古典的。那讲到这个菜头，伊即马的这个丰收期，大好就伫咧冬天。冬天，所以这首歌曲，咱来歌颂咱的菜头，是，好不？当。
会当成功，会当成功，因是非常了不起。哦呀，咱来台湾有这款的好青年，是啊，咱的未来就救了。非常有希望。呀，咱感谢因的父母，教育出这样好的青年。是的，所以听完这个音乐会，就有一个感想。感谢天，感谢地，感谢阿娘甲老爸。是啊，真正是甲恁栽培到安尼，这样每一个人都这样壮才啦。有这样好的老爸老母，哈，才有这样优秀囡仔。是啊，真正感谢。朴哥啊，你听了我看目屎刚要流出来安尼。感动。你是因为这个听声是感动，还是讲我先开你酒？你雄雄突然之间甲这走甲这情拍拍袂当安尼啦。我啊，那有啥物所在唔对？哦，你来甲我讲。OK，no problem。今嘛，咱要来访问5位非常优的青年。是的，是。恁一人讲一句话，是表达对爸爸妈妈的感想，安尼会使袂？我就爱伊呢。好 fabulous！ 因拢足辛苦的，足感谢因。She said they work so hard. Work so hard. And thank you, my parents. 应该拢听有啦嘿。应该拢听有。这敢若唔免翻译看咯？敢唔免哦？免，你拢看会出来，你表情已经说明你切。有真侪外国朋友看咱这节目。哦，是 international program 来。三字啊。希望因会当放心。放心？什么意思咧？你有感觉爸母有落倒位袂放心？因为伊伤辛苦啊，伊会烦恼遐烦恼遐，做真正做辛苦。挂心啦，所以阮会甲因挂心啦。对啦。嘿啦。感谢爸爸妈妈会用互我安尼无烦无恼，长勇甲遐尔大汉。哇，我安尼无烦无恼啦。无烦无恼，真正有影咧。好啦，咱的是顾不要紧，你讲看卖。辛苦啊，身体爱顾咧。身体爱顾，恁囝吼，我对今日透早吼，我甲伊开讲，伊私底下我就问伊，伊有讲对你上操烦的，就是身体爸爸的腰。哦。嘿，看你无代无志，手就换伫遮啦。知影讲你的腰吼会足酸的，我讲你有甲爸爸抹煞治无？伊讲有啊，定定拢爱帮爸爸抹煞治安尼啦。恁囝。哎呀，别个讲，真友好，真友好，谢，赞。嘿啦，来爸爸妈妈，这个有啥物话向咱这个吼后生查某囝吼，讲几句啊？嘿啦，好无？最难得的机会呢。爸爸是咧论哪咧？伊无爸爸先讲。你先讲。你讲。大家欢喜平安，安尼就好啦。简单啦，欢喜啦，平安，安尼是对。欢喜就是啥？爱快乐，对吼，对啦吼，爱快乐。你会当看得出来，爸爸就是硬汉一枚。硬死拢无爱互目屎流落就对啊啦。硬袂啦，目的是无可能达到的啦。是啦，妈妈呢？我想要甲恁讲，真感谢吼，恁做我的囝啦。哇！我相信吼，恁嘛吼，真欢喜讲吼有安尼的爸母啦。但是吼，即马吼上要紧的就是，恁嘛有一个岁数啊，所以我希望吼恁即马吼上重要就是吼爱交男朋友，吼对无？什么？这交男朋友吗？你啊水拢无吗？无，拢无交着。啊，阮囝会来报名无？你第一讲时阵就讲即句话啊。阮囝就出事个打，唔捌交过女朋友啦。袂歹哦，我可能的啊，可能到真正哦。上友好。足可能的。上友好。哦，你有啥物人生的计划有无？我希望讲，阮家的囡仔会使用我们所学专长，结合传统的菜脯的行业，开发更较侪无共款的商品安尼。甲阮的囡仔夹做伙安尼打造无共款的菜脯，安尼营养菜脯安尼。看到因安尼哦，真快乐。是啊。阮的感染着，阮嘛真快乐。咱嘛真快乐。对啊，是啊，我说呢。嘿啊，咱头一届讲做伙安尼写文书啊，听音乐会，啊搁含恁安尼开讲，这是咱上大件。
哇，高赞！啊，早时啊，就来这拜拜吼。有。你是定来这间庙拜吗？对啊，这是算讲是阮家吼，算讲保护，咱家鱼鳞啦，咱做的太清宫啦。有。啊，伊内底有一张吼，乔贵四霸当妈祖。所以就咱的天上圣庙，对。妈祖娘伫遮啦。哦，是。咱来甲敬礼一下。哦，好无？先甲拜节，求一下平安的啦。希望阮的节目啊，遮的乡民拢会当咧平安顺遂安尼。哦，感恩。先拜。好呢吼，伊个民调开始的都对啊，400第一几阵，咱教育部鉴定是民调调级的，妈祖圣上啊，高级，400年啊呢，对，超过400档，超过400档啊，真正无简单。真正开机吼，因为遮吼拢是渔民啦，拢渔民啊，所以讲吼，遮算讲网港啦，网港，遮叫网港，遮叫网港，地名网港，所以。我那是布地，对，算布地定网港。布地的古地名叫网港的对。对。真正唔知影，啊，就足欢喜的，当个来甲咱这个天上圣庙的这个超过400档的高级的所在来参拜。啊，这一次啊，所感谢恁安尼对我恁照顾啦，照顾啦，这阮的英雄啦，阮的英雄，会当看到台上，也大脸的，吼，对无？啊，若有闲才来台北佚佗。好，谢谢啦。这音乐会太赞啦，甲恁祝福呢。啊，咱有一寡这个礼物吼，要伴手，要送互恁安尼。应该是阮伴手送。无，应该安尼。我有传啦。感谢。啊，其实哦，这礼物啊，是啊，朴哥啊，讲委托阮两个吼做的啦，吼，啊你买啊要送你安尼啦，所以讲也是啊伊吼亲自来送互你安尼个，来，啊谢谢，来，水某的安尼这拜托因来送你安尼，是啊，哇，这个艺术品呢，我的天啊，嘿啦。哇，真古水呢！有够成的呢！有够成的吗？有够成的啦！这你的 Q 版呐？有够古水古水嘛吼！感谢！有欢喜无？有欢喜！这朴哥啊，想的呢？这会当坑一世人啊！哎呀，这若摕回去，伊怎写搁会写一个 I love you？ 嘿，我真会当讲啊！这个字吼，伊当去补吼，啊，第一当你的面头前补了安尼。我喊你看着写，较大声讲，我爱你，我爱你啦！你们都爱你错唔错？喂，啊你好，感谢！啊，希望恁安尼生意吼愈来愈好，
感谢。上开主要就是身体爱空间，对对不哈？家庭爱和乐，对不哈？和乐，用用啦，用用合啦哈，用好用。真好真好。今日算讲是足圆满的一个happy ending 哦，感谢。谢谢啦。我来去哦，哎，先来，我来哦，哦，拜拜，哦，拜拜，谢谢。感恩，谢谢，一切顺利，一切顺利，哦，一切顺利。愈来愈好。哦，来去哦，好，拜拜。好，谢谢你。手机啊。哦，对吼，煞袂记的。哦，拜，你嚟啦，谢谢，感谢，我来去啊，来去。拜。铃铛，我过来洗身躯哦，好不好？来去。大困来等你。好，谢谢。我大困的啦 ，OK， 拜拜。咱伫咧迄个生迄个菜有，嘿啦，你现在生起来啦，喂，你生一礼拜我才过来，拜，来去哦，拜。我一直到即马吼，塞车出来我讲爱笑，你知影意思？哦，我讲出去啦。